出現啦。OK，你結咗婚未啊？你有冇小朋友啊？有我結咗婚，我有兩個小朋友，幾多歲啊15歲同埋6歲。 ？OK，好。咁你之前喺邊度做過嘢啊？係筲箕灣幾多年啊？6年，照屋企有幾多個人啊？喺筲箕灣。15歲15年15年，OK，喂，筲箕灣個屋企有幾多個人有一個 BB 同埋兩個太太先生。？OK，咁你就主要照顧 BB 係咪啊係啊， ？OK，太太先生有冇返工啊有啊，我？OK，OK，同埋BB。好。咁你喺嗰度做嘢做咗6年係咪？係啊，咁然後你就返咗印尼啦。係啊，OK，咁你返咗印尼之後做咩啊？就係就係工人嚟印尼嗰度。OK，咁你仲有冇照顧過 BB 啊有啊，兩？OK，個小朋友。好。你識煮啲乜嘢啊？誒，是你仲記唔記得點樣煮香港餸啊？點樣啊？你仲記唔記得點樣煮香港嗰啲餸啊雞蛋。？OK，係啊，你識唔識煮薯仔炆雞翼啊請？OK，好。住埋你仲記唔記得點樣煲湯啊？請嗯，姐姐你驚唔驚狗或者貓啊狗景貓冇。？OK，好，好，好，Thank you。係。